你覺得自己發光發亮係咩時候？係我寫緊字嘅時候，打鼓嘅時候，每一次跳舞嘅時候，領跳嘅時候，我練習嘅時候，將我嘅武技展現俾大家嘅時候，同班隊友一齊上台表演嘅時候係最 shine 嘅。好能夠攜手越嚟越 Make You Shine。保良局青少年事務部服務巡禮暨慶祝國家成立76週年，就以 Make You Shine 為主題，喺尖沙咀海旁一連2日，帶嚟連串精彩活動同特色市集。台上更加有各青少年以至長幼攜手嘅傾力演出，唔同嘅青少年發揮才藝，各展所長，伴隨住美麗嘅維港景色，由日到夜，台上台下都大放光芒。發熱發亮嘅又點少得保良局青少年事務部嘅團隊？2日嘅服務巡禮，唔同嘅單位都將服務嘅精華帶嚟分享。希望我可以更加去突破到我自己，更加多人認識創造嘅無限嘅可能。除咗 shine 之外，都可以照亮到人哋嘅 shine 啦。我哋相信每個人都充滿光芒。多年嚟，保良局青少年服務陪伴引領無數嘅青少年成長，積極向上。每一份光芒，多謝你哋同 YAD 一齊點亮。保良局與你攜手 Make You Shine。